99%嘅人都唔知道嘅國際通用開鑊法。大家好，我係 G-Man， 今日同大家解鎖慢烹轉彩蜂巢鍋具嘅正確使用方法。無論係首次使用定係日常嘅保養，只需要記住幾個關鍵嘅步驟，就可以令到你哋嘅鍋具持久如新。首次使用前，我哋先用洗潔精清洗鍋具。重點嚟啦，我哋喺鍋入面加入1份嘅醋，再加20份嘅水，煮滾之後倒咗佢。擦乾之後，我哋喺鍋入面加入少量嘅食油，再用廚子均勻咁樣塗抹佢，再靜止5分鐘，咁就完成開鍋噶啦。呢個步驟亦都適用於平日唔小心燒窿鑊或者食物黐底，你再重新做一次呢個開鍋嘅流程，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嘅黐鑊問題噶啦。因為慢烹轉彩系列嘅鍋具採用7層嘅超導增熱結構，導熱性能非常之快，所以喺日常烹調嘅時候，只需要中細火就可以啦。無論煎炒煮炸炆燉焗，我哋都要確保鍋入面有少量嘅水或者食材。G-Man 小 tips 喺烹調食物嘅過程入面，盡量唔好長時間空燒鍋啊！烹煮之後唔好即刻用冷水清潔，可以用溫水或者自然放涼之後再做清潔。正確使用慢烹鍋具，每日省時又安心，慢烹美味，一步到位。